再来看台湾真重要的纪录片导演张照堂，自1968年开始，就以台湾本土文化来做主题，来拍纪录片甲翕相片，嘛带动这个摄影界的本土意识。张照堂伫个4月初2白逝，食到81岁。今仔日是来举办告别式，有真侪好朋友甲孝敬拢来加送。今仔日这个文化部长嘛去到现场来办保养令。 同在现场，众人来鞠躬致意。这是纪录片导演张照堂的告别式，这些好朋友和后辈拢来送伊最后一程。张照堂在生时的摄影作品以台湾本土文化和各种社会议题为主，当代关注社会运动和弱势团体的摄影家贾三泰，嘛表示家己也受到伊的影响。阮当然受到伊的影响，阮对摄影的这个追求，阮就是尽量。 甲相机下咧迄个台湾的生活、台湾的文化、台湾的历史，这部分，所以这拢是伊影响着阮嘿。张照堂食到81岁，一生栽培启明无数的影视人才，也到互台湾丰富的摄影作品。为着感念伊的贡献，文化部长拜五嘛来到公祭颁布用令，由家属代替接受。另外，为着要纪念张照堂，今年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就用以1980年拍的纪录片《王船祭典》和2000年的纪念单达来做几部片。东港迄烧迄王船这支20几分钟拢无对白，专门是音乐。 甲画面，你看来迄是足震撼的再来个第2期要放的，就是伊迄阵我拄仔讲的拍迄个阿莫达啦、陈达，对本土对这个咱的土地有用心去甲翕出来，我感觉这是张老师伊互咱上大的贡献。 国家影视厅中心表示，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有通好自1998年办到今，互咱通看到国内外真侪优秀的纪录片。张照堂老师是其中一位非常重要的推动者。今年影展自5月初10开始，希望互愈侪人看到张照堂的作品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